對於今日下午喺大埔宏福苑發生嘅5級大火，導致多人傷亡，我感到極度難過。到目前為止，呢一場大火已經造成咗36人死亡，有279個人士係失聯，仍然喺醫院，其中7人係危殆。我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對死者家屬同埋傷者致以深切慰問。我哋會提供一切可行嘅支援。習近平主席對於今次嘅大火高度重視，第一時間了解火災救援同埋人員傷亡嘅情況，向我轉達佢對遇難人員、殉職消防員嘅哀悼，對遇難家屬同埋受災人員嘅慰問，並且要求中央港澳辦同埋香港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全力以赴撲滅火災。我衷心感謝習近平主席嘅關心，我亦都感謝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向我提出會全力支持。到目前喺消防人員嘅不斷努力之下，現場嘅情況係逐漸受控。目前為止，消防處處長評估佢哋係有足夠人手同埋能力係控制同埋撲滅到火場嘅火災嘅。一陣間呢，我會請消防處處長同大家喺呢方面去講解。我今日呢係到訪咗大埔社區中心嘅臨時庇護中心，探望咗疏散之後去呢一個庇護中心嘅居民。喺庇護中心裏邊有86個家庭，有169人。喺庇護中心為佢哋服務嘅，包括係有醫生、護理人員，有民政事務處嘅同事，有社會福利處嘅人員，有警務處嘅人員，有紅十字會嘅一啲緊急救護嘅人士，亦都有關愛隊。喺我探望佢哋嘅時候呢，其中有一個夫婦，丈夫係70幾歲，佢同我講述當時佢嘅情況。佢當時呢就係啱啱係出咗街買嘢，但係買嘢返嚟呢就睇到個火災啦。另外嘅大約係10多位入咗庇護中心嘅人士呢，我亦都係安慰佢哋，表示呢我哋會係提供所有佢哋希望嘅任何服務。一陣間呢，我會要求萬庇捐局去同大家講解下喺呢方面我哋點樣去支援有需要幫助人士嘅各種工作。我係極度重視今次嘅事件，我已經指示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單位全力進行多方面嘅工作。首先嘅工作，最首要嘅工作就係撲滅咗今次嘅火災，同埋救援被困嘅居民。第二係救治傷者，第三係支援善後。跟住我哋會作全面嘅調查。喺滅火同埋救援被困居民方面呢，消防處係調動咗共140多輛消防車同埋60多輛救護車，而被動員嘅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呢係800多人，亦都使用咗無人機去
了解災場嘅情況。我指示咗消防處係動用晒所有佢需要嘅資源同埋人力，去全速去撲救今次嘅大火。我亦都話咗俾消防處聽，政府所有嘅資源都會全力去支持佢今次撲滅火災嘅工作。現場嘅火係逐步受控，而家睇到咧係有3棟咧喺出邊睇係已經冇火光㗎啦。另外咧係有4棟咧，我哋係睇到有零星嘅火光。一陣間消防處處長咧係會同大家講解而家撲滅今場火災佢哋所做嘅工作。第二方面咧係救治傷者，醫管局咧已經係啟動咗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統籌同埋協調安排咗9間公立醫院嘅急症室作出戒備，其中咧新界東醫院聯網3間急症醫院，包括那打素醫院啦、威爾斯親王醫院啦、北區醫院，包括急症室同埋其他部門，例如深切治療、燒傷科等不同部門嘅同事咧，都全力以赴咧係進行救援。北區醫院咧亦都派出咗一隊醫療隊，同埋威爾斯親王醫院亦都派出咗1名醫療控制主任前往現場去作分流同埋提供緊急嘅治理。由於涉及多名燒傷咗嘅傷者，瑪麗醫院同埋威爾斯親王醫院嘅燒傷中心同埋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高壓氣治療中心都已經係準備就緒，隨時係接收受傷需要診治嘅人員。我已經要求醫管局統籌全力救治傷者。稍後呢，我亦都會請盧局長去同大家講解下救治嘅工作。第3方面就係支援善後，向死者家屬、傷者以及受影響嘅居民提供援助。大埔民政事務處已經開放咗8個庇護中心，民政處亦都已經安排穿梭巴士接載居民。直至9點半，庇護中心使用嘅人數大約係900人。民政處會密切監察情況，按需要呢係繼續係開放更多嘅庇護中心。大埔區已經派出全區嘅關愛隊支援，亦都動員咗沙田區嘅關愛隊，民安隊亦都動員咗人手配合庇護中心嘅工作。大埔民政處同埋沙田民政處已經喺那打素、威爾斯親王醫院同埋北區醫院設立咗跨部門嘅援助站，為受影響嘅居民呢係提供協助。大埔民政處會協助有需要嘅死傷者家屬申請緊急救援基金或者係特別援助基金，亦都會為佢哋聯絡其他慈善組織嘅各類援助基金。社會福利署亦都即時安排社工同埋支援人員去現場救援站同埋各個庇護中心，為居民提供協助。另外，醫務社工亦都正為傷者同埋相關嘅家屬提供情緒支援。經民政處聯絡，香港紅十字會呢亦都已經係全面派員呢去提供情緒支援同埋簡單嘅醫療服務。一陣間呢，我都會請麥美娟局長呢係同大家係講解下呢方面嘅工作。第4方面就係全面調查事件，查出火警嘅起因。警務處、消防處已經成立咗專責小組去全面調查呢件事件，一定會提交俾死因研究庭。
另外，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會就建築物嘅外牆保護材料是否符合認可阻燃標準，會進行調查，採集樣本作化驗。如果有任何情況，我哋會依法依規追究責任。另外，屋宇署同埋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會採取特別行動，針對正係進行中嘅工程，要求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同埋承建商全面去複核棚架保護網等嘅用料符合阻燃性嘅標準，提交報告。另外，屋宇署同埋房屋局會主動抽查地盤有關嘅保護膜同埋保護網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會抽樣進行測試。今次呢一件重大嘅災難，政府會全面動員，全力以赴，向我剛才講過4個方向呢係推展工作。首要嘅就係將現場嘅大火全面控制，將佢完全撲滅。而家呢，我係首先請盧局長去講講喺醫治方面嘅工作。請盧局長。同大家報告一下關於醫院管理局喺災難發生咗之後，我哋成立咗啟動咗我哋嘅重大事故嘅控制中心。咁同時咧係動員咗醫管局入邊9間嘅有急症室嘅醫院去作戒備。咁而特別係我哋喺新界東嘅3間醫院咧，包括咗威爾斯親王醫院、北區係死亡，另外有4位輕傷嘅病人咧喺治療之後咧就出咗院，到而家仍然有29個病人喺醫院入邊，其中7位咧係危殆，13位咧仍然係嚴重嘅。佢哋大部分咧係最嚴重嘅係吸入性嘅氣道嘅創傷，即係因為喺個火災嘅過程咧好多熱嘅空氣，令到佢哋嗰個氣道受損，咁好多都需要喺深切治療部靠呼吸機去治療。另一啲咧就係燒傷啦，亦都個別有啲病人咧係一氧化碳中毒嘅，因為喺個密閉空間入邊產生嘅一氧化碳。咁其中有一位病人咧就已經去轉送咗去我哋嘅東區醫院嘅高壓氧嘅治療艙，去到接受高壓氧嘅治療。我哋預計咧仍然會有可能有2個病人咧都需要同樣嘅治療，會需要轉過去嘅。另一方面，我哋都啟動咗有燒傷組、特別燒傷中心嘅醫院，包括瑪麗醫院、廣華醫院，佢哋都會喺適當嘅時候咧接收一啲燒傷咗嘅病人咧去做一個跟進嘅治療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除咗照顧呢啲入咗院嘅病人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照顧一啲其他嘅災民。咁好多呢啲災民咧，佢哋都有一啲醫療上嘅需要，有一啲特別係啲長者咧，佢哋係未有帶佢哋嘅隨身嘅藥物咁樣嘅。咁我哋喺第一個災民嘅臨時庇護中心咧，就已經由大埔拿督素醫院咧係派咗啲醫護人員去為佢哋提供嗰個處理。就如果佢哋有啲藥物佢哋需要嘅話咧，我哋會適當嘅俾佢哋嘅。另一方面，我哋睇到係個庇護中心亦都唔止係一個嘅，開咗越嚟越多嘅。
我哋而家交咗俾我哋嘅基層醫療處去到統籌無論公營同埋私營嘅一啲醫護嘅人員。我哋亦都收到好多私營醫療機構佢哋提出自願想加入去到支援，提供個支援。我哋會由我哋嘅基層醫療處咧去做一個協調統籌嘅工作，務求令到咧每一個呢啲庇護中心咧都會有醫療嘅團隊去到做支援，為中心入邊嗰啲災民咧係提供一個適當嘅一個醫療嘅服務嘅。另一方面，考慮到個火災可能引致好多情緒方面嘅一啲困擾，情緒方面問題咧，我哋亦都已經指示咗我哋嘅1811情緒通嘅熱線係增加人手。喺過去嗰幾小時，其實我哋已經睇到個情緒通個熱線收到嘅求助電話係好明顯有上升嘅趨勢啦。咁所以我哋會加大人手咧，去到務求提供到適切嘅一個支援，俾一啲受到火災引起嘅情緒困擾嘅呢啲病人嘅。而其他嘅一啲病人咧，亦都其他呢一啲市民，如果受到個災情影響嘅，有情緒嘅困擾嘅，或者有壓力嘅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個 Shall We Talk 呢個社交網站嗰度咧，係可以揾到一啲關於情緒壓力嘅支援嘅呢咁嘅資料嘅。我喺呢度同大家報道嘅係咁多，多謝。剛才咧，我亦都係探望咗喺呢個醫院嘅病人，有5位，有3位咧都係燒傷嘅，有一位係較為嚴重啦，係有燒傷咗係有30%。我好多謝醫院醫生同埋護理人員咧，係好悉心咁照顧佢哋。佢哋係做咗手術，休息緊。所以我同醫生了解咗佢哋嘅情況之後咧，我就唔騷擾佢哋啦。另外有2位咧，就係吸入咗應該係一啲濃煙啦，好熱嘅空氣啦，就導致喺呢方面咧係需要療養嘅。我亦都聽咗醫院總監向我匯報整體佢哋喺今次應急同埋醫治方面整個系統嘅運作同埋佢哋配置嘅人手，佢哋好關心每一位病人，亦都對佢哋亦都對於殉職嘅消防員同事咧係感到好難過。所以我喺呢度係除咗鼓勵醫院各個醫護人員以外咧，我都提出如果有其他需要，政府可以動用嘅資源咧，可以向我提出。跟住我請阿麥美娟局長同大家講講喺我哋庇護中心嘅工作。好，唔該。首先我代表民青局同埋我哋民政總署嘅團隊咧，家屬同埋傷者致以最深切嘅慰問。我哋知道大家而家喺呢段時間喺頭先特首都講咗，而家我哋已經喺大埔咧係開咗8個嘅庇護中心。我哋動用咗我哋全區19隊關愛隊，差唔多200幾人。另外我哋都動員埋咧沙田區嘅關愛隊。喺今次呢件事咁重大咧，我哋已經動員咗全港嘅18區嘅關愛隊，因為我哋所有其他區嘅隊員咧，關愛隊嘅隊員咧，佢哋都非常之關心呢件事，都希望咧可以出一分力。所以我哋係會動員咧我哋全港嘅18區嘅關愛隊咧，去為有需要嘅市民咧去提供一切嘅支援嘅。
咁啊，另外我哋當區嘅區議員啦，我哋民政處嘅同事啦，亦都喺關愛隊喺庇護中心嗰度咧係當值。我哋稍後咧係會協助呢啲家庭咧，其實已經有啲係做緊登記㗎啦，就係協助佢哋咧申請一啲緊急嘅援助。咁啊喺過去呢幾個鐘呢，其實都不斷咧有慈善團體啦，或者有啲私人嘅機構啦，或者啲公營嘅機構都向我哋提出咧，係可以捐一啲物資，甚至係捐款咧，去協助呢啲受影響嘅市民嘅。咁我哋都會統籌呢方面嘅工作，亦都協助咧有需要嘅市民咧去做個登記。另外我哋都明白今次咁大嘅事件呢，我哋嘅市民呢，一定係喺心理或者精神上都會有困擾。咁所以社署嘅同事呢，佢哋除咗喺我哋庇護中心嗰度呢，係會提供一啲情緒上面嘅支援，亦都咧佢哋係會有情緒支援嘅服務咧，俾我哋嘅當區嘅市民嘅。我哋希望大家如果受到，甚至可能你唔係住喺當區，如果你睇到啲新聞，你感受到嗰個精神嘅困擾，請大家咧都可以同我哋係聯絡嘅，我哋一定咧係會同大家係提供嗰個支援。另外就係嗰個短期嘅住宿問題，我哋會已經聯同咗咧係房屋局提供一啲過渡性房屋啦，亦都有一啲慈善機構啦，甚至咧係我哋嘅酒店業界啦，仲有咧就係我哋民青閣下低嘅青年宿舍啦，我哋係會動用我哋所有可以動用嘅房間啦，去為呢啲受影響嘅市民呢提供一個短期嘅住宿嘅安排。嘅總而言之，我哋團隊一定會盡我哋所有嘅力量，動用我哋所有可以動用嘅資源咧，去陪我哋嘅市民渡過呢個難關嘅。跟住咧就我會請保安局局長啦，同埋消防處長講下第一喺現場火災嘅撲滅工作，同埋而家我哋同埋慰問嘅。咁喺今次行動入邊咧，除咗我哋消防同事之外咧，我哋係出動咗大約100名嘅係民安隊嘅隊員，同埋大約1000名嘅警務人員嘅。咁我哋警務人員嘅工作，除咗咧係維持秩序之外咧，亦都係協助疏散啦，同埋咧係去打呢個交通啦，同埋咧就係就住一啲嘅係失聯嘅人士同埋一啲受傷人士咧，有一個嘅調查小組嘅。咁喺我哋消防嘅同事係滅火同埋救援嘅過程入邊咧，我哋發現呢個有關大廈嘅外牆嗰啲嘅呢個保護膜、一啲防水嘅係帆布同埋一啲嘅塑膠布咧，佢受咗火嗰個蔓延程度咧，係比一啲合規格嘅一啲嘅物料咧，係遠遠為係猛烈同埋蔓延得快嘅。我哋覺得呢個係唔尋常嘅。另外，我哋亦都喺冇波及嘅嗰個屋苑入邊嘅一個大廈入邊咧，發現嗰啲嘅玻璃窗咧係貼上咗一啲嘅係發泡膠板。呢啲發泡膠板咧，當預熱嘅時間咧係好容易係蔓延嘅。咁我亦都覺得呢個係唔尋常嘅。就住呢兩個唔尋常嘅情況咧，我哋係會作出深入嘅調查。我哋警方同埋消防咧已經組成一個嘅聯合隊伍，除咗就住係火警方面係作出調查之外咧，亦都會循刑事呢個方向咧係作出調查嘅。咁或者詳情救援詳情，我交俾消防處處長去補充。我呢度要講一講而家救火嗰個情況啊。咁頭先特首7座樓係牽涉啦，有一座就係冇波及嘅。咁我哋見到咧就係而家個情況咧，我哋有當中咧有3座樓宇咧已經咧初步受到控制嘅，有4座樓宇咧係仲有零星嘅火種，我哋見到喺裏邊。咁我哋而家同時咧就係一步一步咁推進。大致大部分樓宇咧，我哋啲同事咧已經去到17、8樓嗰啲情況㗎。咁我哋而家係現場係有800多名、888名消防人員咧喺度咧進行灌救。我哋相信而家嘅消防力量咧係足以應付。不過而家我哋面對嘅困難咧，因為本身大廈樓宇面積咧都係有限，我哋有一啲樓宇咧已經係派駐咗20多輛車輛嘅消防人員喺入邊做灌救嘅。你哋可以想像到個樓宇面積唔係咁大，我哋每層其實都有好多消防員喺度。我哋已經係將佢面積能夠容納到嘅消防員咧，已經係
投放咗落去嘅。咁仲有就係我哋需要咧，而家係一層一層咧咁去進行嗰個滅火。我哋完成咗一層咧，就會向上推進咧去做滅火救援工作嘅。至於頭先局長有講到，我哋喺救火嘅期間，甚至係有一座未燒嘅樓宇裏邊咧，發現呢一啲窗嘅通風位置，一啲通風嘅窗裏邊咧係用一啲發泡膠嘅板咧去封住嘅。我哋見到呢啲發泡膠板咧係個易燃性係好高，同埋個火警蔓延係好快㗎。我哋所以覺得呢一啲發泡膠板咧係喺嗰度出現係唔尋常嘅。咁所以我哋咧將個事件咧就交由咧警方咧去進一步調查，睇下有冇刑事成分嘅。咁暫時我哋而家咧嗰個救火嘅過程咧係一步一步咧有進展嘅。我哋希望咧盡快咧係可以咧達至咧就係所有嘅樓層咧都可以咧進行到呢個滅火同埋救援工作。我簡報喺呢度。救援進度都係理想啦。咁然之後同埋啱啱有講到話會研究發泡膠同埋就係嗰個棚架方面。咁其實但係咪都未有乜辦法可以確定到個成因，起嗰個成因係咩咧？喺我交俾消防處處長之前呢，喺呢啲調查工作咧，第一咧，我哋一定有全面嘅，我亦都係要基於科學證據嘅。但係剛才保安局局長提出一啲疑點咧，呢啲咧警方已經決定咧展開刑事嘅調查。我會相信喺呢啲火警裏邊咧，會需要做大量嘅實驗室工作。呢方面我哋可以投入嘅資源咧，都會投入去確保嘅調查係會加快。我亦都好有信心喺消防處同埋警務處大家喺全程投入之下咧，會盡快係將每一個可能調查嘅線索咧，都完全跟進起嚟嘅。跟住我請消防處長去講下救火工作。唔該，特首。講翻我哋嘅進度，我哋面對嘅困難係我哋到達現場嗰時，我哋發現呢有好多嘅樓層着火。正如頭先我哋所講，我哋見到呢就係裏邊有一啲發泡膠嘅情況呢，因為令到個火警嘅蔓延速度加快，而引致呢將個火警呢就會引咗經過個走廊呢引咗去燒着咗一啲單位。咁裏邊點會產生一啲濃煙啊同埋熱呢？咁所以我哋同時呢係要喺地下呢一層一層咁去推進。去進行呢個滅火救援行動。咁咧，我哋咧而家咧已經頭先我都講過，我哋而家大部分嘅樓層呢已經去到17、18樓，我哋係要慢慢咁替換人手咧，一層一層咧咁去推進咧去進行嗰個滅火工作嘅。係，你好，香港01啊，想問翻咧會唔會考慮向內地部門啊，包括消防尋求支援咧？因為有片段見到消防已經係投降準備，政府會唔會有啲咩顧慮咁？首先好多謝習近平主席對呢件事件高度重視，亦都係要求咗中央港澳辦同埋香港聯絡辦公室佢哋提供任何我哋特區政府需要嘅支援。我亦都係收到周邊我哋嘅城市嘅領導啦，係聯絡我，佢哋好熱心去如果我哋需要任何嘅協助咧，佢都會提供嘅。我亦都喺整個救火過程裏邊咧，係不斷同消防處長就呢啲問題，大家係探討嘅。基於而家我哋對於現場嘅火災情況咧係逐步受控，剛才都睇到啦，有幾座咧已經係喺外邊睇唔到火種啦，有一啲咧就係睇到零星。咁剛才處長所講俾大家聽嘅咧，亦都係相信我哋再俾啲時間咧，可以全面控制到個火場嘅。所以呢方面好多謝我哋周邊城市不同嘅單位咧，都好熱心去希望盡量幫我哋解決到今次大家都
非常之痛心嘅一次火災，所以我呢度多謝佢哋。但係我亦都係對於消防處今次佢哋每一位消防員佢哋盡心盡力去撲滅今次嘅火災呢，我亦都係好感謝佢哋努力嘅工作嘅。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記者，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今次嘅火災事件第一時間了解火災救援同人員傷亡嘅情況。咁特區政府知道已經係啟動咗應急救援機制啦。咁目前特區政府點樣去同中央各部門進行呢一個嘅密切溝通，做下階段嘅救援工作呢？我喺今日不斷係收到喺周邊城市嘅領導人，又或者佢哋救火單位聯繫我哋嘅。我同消防處長喺討論我哋救火方面嘅進度嘅時候呢，喺開頭的確我哋睇到嗰個火勢係好猛烈嘅，亦都係消防處係有系統咁部署咗佢哋個救火工作。而家嗰個火勢係逐步受控啦。咁我會當然每一位曾經接觸我嘅周邊城市嘅領導或者有關單位我都會係親身聯絡翻佢哋，將我哋現時嘅情況係話俾佢哋聽。佢哋都係好關心嘅。我哋有其他需要嘅，例如醫療方面，如果因為係大量傷者，有咩嘅醫療設備甚至我哋其他嘅工具佢都好容易提供嘅。咁我同佢哋係會保持聯絡。我亦都喺度再次感謝內地不同嘅政府部門對我哋嘅支持，亦都再次感謝習主席喺呢件事件嘅高度重視同埋關心。你好，大公報，想問下，因為今次受災嗰啲住戶相信都已經損失慘重啦，同埋重新安置可能都需要一啲時間。想問下，預計會用幾多時間嚟去對佢哋進行支援，同埋例如話喺俾相關嘅撫恤金咁方面會預計會用到幾多錢同埋重新安置嗰方面會需要幾耐嘅時間唔該。我諗最緊要嘅而家就係醫治同埋佢哋嘅住宿。咁呢方面麥局長剛才已經交代咗我哋整體喺現有嘅政府資源裏邊我哋提供乜嘢嘅安排俾佢哋㗎。呢一方面我哋會係繼續係加大力度嘅。明天我都會係舉行一個跨部門嘅會議，將我哋嘅所有資源嘅統整，同埋將我哋不同嘅災民佢哋嘅需求我哋都會係做一個清單。睇下我哋係點樣去全面去配合佢哋。我亦都多謝好多善心人聯絡我不同嘅局長司長去提供佢哋好願意係幫助受火災影響嘅個居民嘅。咁我哋統整晒所有呢方面嘅需求同埋我哋嘅資源係盡量係去幫佢哋嘅。長遠嚟講，要經歷今次咁大嘅傷痛我相信喺心靈方面嘅支援都係好重要嘅。我哋會係組織專家團隊去睇下喺呢方面我哋點樣可以做到最幫到每一位人士嘅需求。咁我哋亦都知道有好多志願團體表示佢哋都會去提供一啲志願服務嘅。咁我哋會凝聚晒所有力量係大家共同去幫我哋受影響嘅一啲居民去渡過呢個難關。最後一條提問，白色衫嗰個記者。你好，商台嘅都想問下啦，即係究竟今日就係大概晏晝3點嘅時候發生啦，咁但係都見到好多政策部門喺黃昏時段仲喺社交網站嗰度可能宣傳一啲關於選舉嘅嘢啦，都想問下當局覺得呢個做法恰唔當咧，同埋都想問下選舉會唔會因應今次嘅事件而延期咧？我哋已經係暫停
我哋去宣傳同埋推廣選舉嘅工作嘅。論壇呢，我哋都會暫停㗎。目前嚟講，成個政府都會全程去投入我哋今次處理呢個大嘅災難事件嘅。所以我哋目前係心裏邊首要嘅工作就係處理今次呢件事件。其他嘅事情喺我哋統整晒我哋嘅工作，幾日後呢，我哋再作決定。但係我哋亦都希望大家知道呢，我哋做每一件事呢，都係以香港嘅整體利益為依歸，所以我哋係會作全面審視。但係選舉的確亦都係我哋一件重要嘅工作，但係目前嚟講，最重要嘅工作就係處理好今次火災撲滅嘅事件，同埋我哋之後對於需要援助嘅災民呢，係提供最適切同埋最全面嘅幫助嘅，好嘛？多謝大家。